过江轮头，即刻停运，无关人等马上离开。还有，不遵命令，劳拦自按私设禁区，此谈军情长按概念规定视同乱党交办。何计武汉，借你领回城池，求万难，是报托留一个，逼迫云谈。哎，豪杰，下来呀！下来！哎呵，过得急呀！临江楼，临江楼，临山临水临码头，好景好味配好酒。今日招牌有来有，水生我自有奏噱头，如今掌上有日思欲秋。从前生意是极热闹，现如今人心惶
心事下酒楼。你的白暗空，我的红暗愁。金人泉北一楼，买不到半个大山头。人穷还能气万年，可怜店里的老曾办事多日冒沾到一点灰心油。你一天到晚望长江，你时刻都在看码头，人不来，得不到冷冷清清的临江楼，临江楼。哎呀，水生呐，啊听说米跟面又涨了啊？是的呀，你晓得如今的米卖几多钱一斤呐？几多这个说？4000，再猜4万。 14万。我的妈啦，40万呐！哎，这日子是怎么过啊？么样过啊？你先想好是么样活？国民党马上就要撤离大武汉，临走之前要把能炸的都炸了它，绝不留给共产党。前几天店里的小伙计还看到一车子人带着炸药去了积极电厂。积极电厂，不光是积极电厂哦，还包括中关水厂、电报大楼、纺织厂、钢铁厂，那是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，围得水泄不通。你还不晓得吧？如今呐，这车上拉的、船上运的、地下埋的、路边摆的，一箱箱、一筐筐、一桶桶、一堆堆，全部是货真价实的炸药。哎，你莫吓我啊！哎，不是我吓你啊，搞不好啊，连我们这临江楼都不保哦。也不保，那么办？哪个来救救啊？你也不小怕的，我们这临江楼不是全仰仗一位人好心善的女老板李萍，嘿，李萍真是不简单呐、她手也快，脚也勤，嘴巴甜，脑壳灵，把临江楼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、前前后后打理的是妥妥当当、风风火火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硬是叫人不得不服作啊！哎，李萍她也真的是不容易，这么多年来，福冇多享，苦冇少起哟。是啊，这样的好女人不多了。哎，我们女人命苦啊！哎，陶姐你也确实不容易啊，后去忙，前堂跑，日夜操劳，心灵手巧，人贼好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看，李萍来了。丽萍老板不一般，我们后去把活干。走。
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一如往常。李平，我解放大军黎明进城，有一个紧急任务。不从西人去，心委屈，将心破坏在今夕，炸药深埋有手笔，欲炸码头会将平，继续探明引爆的获取情报，抢先机。侍卫指示我们行动小组要千方百计阻止敌人引爆码头，汗流涌动。李平，你要多加提防。明白。史书记，门外有尾巴，我们要尽快撤离。这是潜伏在张镇部队的许元杰同志，他正在进行策反工作，会全力配合我们的行动。好，时间紧迫，分头行动，快走！等等，走就叫按道直通讲题，跟我来。会长啊，李区长！哎呀，史会长，看来你也是临江楼的常客啊。这临江楼的招牌汤包，几天不去，欠得慌啊！美味佳肴，人人皆爱。汤泡套，告辞，告辞。请便。啊，这是个么话？你这是嫌我们来得不够齐？哪里，人家公务繁忙，大驾光临，真是感激不尽呐！哎呀，熊少一个人打理这么大间酒楼，不容易呀。先夫不在了，剩下我一人操持，只求个黎民安生。想当年，邓兄可是白司令身边的红人，为国捐躯，实乃我辈之表。说起来，熊少也是风光过的人物。当年登台唱戏，真真假假，满城风靡。怎么如今在这临江楼做了生意，卖起了汤包？女人一生啊，酸甜苦辣，戏总有唱完的时候。好，熊少快人快语，我也不妨开门见山。有什么话只管讲。此番前来是为了追捕共匪地下党。哦，难道说地下党也爱起我临江楼的汤包临江楼，临江楼，真是好地方啊！风景四野君常家，四通八达人胆杂。来往方便，好说话，有心无心，难就差，难就差。生
袖手自上马。管他青天与红日有意，要死便是家。地下当猖獗，你不怕开大门不惧杨雨下？这里人多后也杂，官本细也，我与父马公前方。他策令不卑不亢，口头莲花。难把人抓，我这里交出去，满堂眉眼交看。哎呀，我这临江楼呀，好久没得这么热闹了。例行公事多有得罪呀！区长千万不要这样说，搜查公党这么大的事，得收仔细了。不仅要搜，还要把我这临江楼呀，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都搜上一搜。哦，陶姐、随身把伙计们都喊出来，让李区长好好查。强老板，求不必兴师动众了吧？开门做生意，讲的就是个名声，哪个不晓得白崇禧白司令都是我的座上宾。今天呐，要是不清不白的给我扣上一个窝藏公费的帽子，我这临江楼可担待不起。我江丽萍到白司令面前，哎，也说不清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蒋老板果然人如其名呐！哦，讲不算老，可辣得很呐！还请李局长多担待。伶牙俐齿，不让须眉，只怪我们刘站长常把你嘴边挂。劳烦区长带过话，刘站长这个月的礼钱差人送达。八面玲珑，李某佩服。只是近日公务繁忙，手下人难以到此。我想订几笼糖宝，让他们品尝。哎呀，那自然是好啊！轻轻提，慢慢移，先开窗。后喝汤。好，那就劳烦兄嫂你亲自送一趟。好，我一定送到。那我就恭候了。告辞。李萍，你是不是要到李区长那里去啊？是啊。哎，我有个话跟你说。这把闲不住哟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看到了他。哎呦，他说他今天看到了你的那个他，华江涛。对，江涛，
我从米行出来，路过守备司令部的时候看到的。看来此曲非同寻常。陶姐随身前堂后去，多辛苦。哎，李平，店里的事情由我们放心啦，早个早回，早个早回来。叫你不说，你偏要说，害得李平送个汤包都不安生。安神呐、我说的是事情，又没有哄他嘞。不过李平现在是独身一人，要是能与他再续前缘，也是好一单佳话。哎呦，就是不晓得他们两个人有没得这个意思啊？意思？么意思啊？没得么意思？没得么意思是个么意思？我没得么意思，就是谁么是没得的意思。哎，那你这谁么事都没得的意思，又是几个意思？你尽问我么意思，你到底是个么意思啊？我是想跟陶姐的意思意思，就是不晓得陶姐你对我有没得那个意思。就你想跟我意思意思啊？哎我看你呀、是癞蛤蟆一只。何惧生活杀？现如今面对着江城壮瓦，怎忍心轻挥这糊涂人家？趁罪人苦煎熬，心下垂沙。这军令重千斤，把我胸口压。报告长官，包括载油已军备完毕。元气，你跟我有几年了？3年了。哎，我记得你也是汉口阿吧？是，家就在江边。叫家人赶紧离开吧。这偌大的武汉，岂止我一家？解放军就在城外，武汉，我们守不住。守不住，保得住。你长官，一纸命令，但不能让他成为治国里的枷锁。可张真将军待我不薄，我又岂能背叛？张将军已有起义之心。许参谋，我也只想休要多言，速速离开。长官三思啊！许参谋到，收取马头查看。是。下去。临江楼群峰得意，请北司令部，你敢我的，抓下来！
把我的！李局长，你们击毙了我的部下，此人是共匪地下党，有何凭证？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放。此事我会给华兄一个交代。眼下重中之重乃是白司令亲手的爆破行动，上峰特调你为爆破工程继续监导，这可是立功的好机会呀！这功我还归你李局长啊！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说起来，今早我还真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。我们跟踪屈元杰，可能在临江楼却不见踪影。我本想彻查一番，可那位吕老板不一般，根系复杂，放在台面我也有所忌惮。哼，我让他送汤宝进来，定要趁此机会问个仔细明白。李局长多费心机，我还有公务去理。哎，华兄，华兄。一平，江涛，怎么是你？真的是他？看来他们认识。旧相识，华某的故人，故人，儿时为邻，常相伴，青梅竹马，两相欢，生于夫妻命三转，后生变故特风乱。一别经年，恩情散。旧话时来当笑谈。没想到兄嫂与华兄之间还有一段往事啊！青青年少，区长见笑。李区长，临江楼的汤包要趁热起
不忙，不忙，早晚要品尝。临江楼，方城的借此汤包问玄机。小汤包藏杀意，人情乘坐多考虑，一招车招解谜。江老板，这汤包吃起来有而不腻，其内里常调戏，令人听。说起来不是心肠道理，举皮动与真气化为汤子，慢慢吹，轻轻摇，金方杀意乐有水，一堂口千万小心。包皮层层叠叠，精巧极，这言言暗角的问你相应。数一数二十二个看家境，一走一走分外明细。一空生意，苦人于口心内急。一波贤妃无牢记，眼睛睛包括蜻一蜓，头金银非凡品。小气人从富贵尽，这项俱全，差一位。哦，差什么？差将才能大显为体。我当时沉默，将士陈臭少不了，光有情爱里这临江楼汤包局人更高啊，李区长也是一个美食家呀。可强可强。华兄，武汉在水上交通要道，事关当国，军事不虚，这是爆破地点，千万守好。你带我送江老板回去，久别重逢，莫要怠慢家人呐、李区长，告辞。江老板，请。他二人分明是情义非浅，我盘剥他忽悠，言语造全。临江楼可与人绝非等闲，张真的脚步下，难辨中间，用情报做诱饵，吃这汤包包藏句号，只为我一口吞咽。
还不回来呢？哎呀，送个汤包也是走这久。水生，哎呦，搞么事喝的人也吵我，硬是。你在这里望么啥？我啊，我眼望丽萍日听广播。听广播啊？对了广播是怎么说啊？么说啊？他是这样说的：本部奉命守武汉，守不住，2月来功德圆满。西南预警部队要转战逃窜，这地方治安交由警察机关，更是一群混蛋。望广大市民，我只生产不要慌乱，谁谁平安。哎呦，哎，简直是一把烂款呐！你这唱的是皮黄还是洋腔啊？不是皮黄，也不是洋腔，这是心口雌黄。哎呦，我怎么越听心里越发慌啊！慌么事啊？哎呦，我蛮慌。不消慌的。哎，我慌哦。你慌以后有个么用？看这里。哦，是的。哎，丽萍，你看。江汉关，依旧是喜儿模样。为此他还是当年忠身居国有难，我心常往。义气，美丽同胞将丽萍，江涛，失恋了，你还好吗？我好，失恋不见，你变了很多啊！是吗？
你不再是那个台上演戏、台上顽皮、嬉笑逗趣的俏花旦呐。青青芳华，无忧无虑，我也常常一喜。想当年，台上的你烈语艳阳，台下的你绚语繁花，武汉姑娘啊的肆意与豪爽，在你身上浑然天成呐、只可惜生不逢时，动荡之下，总不能与愿呐。一平，这么多年，有些事一直根在我心里。一平，江涛，这么多年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好，那我今天就一头为快。我有三问，你且听来。赵国不与比，此般却否真人情？开笑颜，居安撩眉凑河山，两心相通河边前，眼看即将成，两眼何不决然断从前，断从前。
可知呀？此事心中第三大，转这还在手闻三大字花一走可讲。好，打得好，却原来是有情未变未嫁，那你为何？我也有话问你。你问吧。你看，这3条路走下来，你觉得我们的江城变了吗？砖瓦墙骨，一语当年，街头相违，望雨昨天。是啊，这座城饱经风霜，可依然坚韧于从前。它镌刻着我们的曾经，起予着我们的流年。江涛，现如今的你，想必和当年一样，要保护你眼前的故土乡亲。我说的对吗？这难道你舍得这生养我们的家乡惨遭涂炭，满目疮痍吗？我是个军人。军人，如果连江城父老的性命都死于草芥，便枉成军人。可军令于山呐、可这座山依然崩毁。江涛，狱中不可消，丑行不可忘啊！当初为立国忘生死，今日怎可忘初心？愿你从此昔日幡然梦醒，不去心。你我同心共为己，做他保护平。一品你江涛，当年起，今儿事，唏嘘思念。弹指一瞬。一品，你这股子倔强。难改难辨，现如今我便是做那地上的一块砖，一把头，一粒沙，纵然粉身碎骨，也要保护江城。牺牲性命也心甘情愿。为了我孩，为了乡亲，为了信仰，我心甘情愿。信仰。他自的铿锵，为信仰啊！这深深见于铁，也是刚烈于火中。我铸造位列飞雄，力挽狂澜，还作着江城的好儿郎。丽丽，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我要知道爆破计划。这江涛，你来看。
店码头实施爆破。不对，情报有假，怎么讲？使馆店码头根本无法安放炸药。你确定？爆破工程头由我经手，地形对不上，定然是假呀！李巧，此人好生狡诈，爆破何人之行？公兵连连长孙伯奇，此人何等习性？贪财好色，嗜酒于民。好，我摆酒临江楼，托举他们。好，我趁机我请秦王派去先秦。美酒今一人，他乡爆菊码头迎天亮。江涛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一品报错。小心。江涛。情况怎么样啊？袁杰同志牺牲了，我不该让他回去的耶。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我已将敌人的爆破专家争取过来了。所以可靠吗？我的旧相识华江涛。华江涛，当初周子要你跟老邓同志假结婚，他这个结我已经改开了。李平委屈你了。司书记，敌人用假情报设下圈套，想将我们一网打尽。我与江涛商议，来一个将计就计。可行，我解放大军黎明进城，武汉解放事关中南战略布局，时间紧迫，我们一定要保住码头，完成任务。明白。谨慎小心，临江楼上见。放心吧。
临江楼报喜，前堂后去，红案白案，头忙起来哟！和平国道四中王，同仇敌忾有功伤，一计而行不久长。旁敲侧击问端详，长官到。沈长官，久仰久仰啊！司会长，幸会幸会呀！各位长官，大驾光临，十分用心，万分感激。我们商会今日特备薄酒，以示慰劳，恭谢各位在汉劳土公告。到此就要讨劳。
守备武汉，无人敢进，临别在即，不胜矣。红光何在？大势已去啊！客气，客气。俺的临江楼，用不凑一凑。眼前一条江，穿行水中央。山后老汉口，繁华不再有。楼上的风景，好，好，好。临江楼，老字号。才好就好，神仙道。我们老板最俊俏，预祝开戏哦！不停，手脚并用还忙不赢呢。准备好清蒸午餐，茄子烧桂鱼，绵羊三只一配齐，还有那红烧鱼的。金包银回锅肉，留有半斤有浇头。银包金牵上楼，外带知道刘皇后。守东坡到黄州，从此有了东坡楼。龙凤配，有来有龙虾凤爪八魂狗。说的是韩刘备抱得美人，双回荆州，回荆州。赵匡胤好喝酒，笑看米酒杯中有，不从斤两千里走。把刘备送走，我不想这下那个锁麟郎，他乐得大牌，那有么事呢？金丝手甲，一女炮弹，人权是元宝头脑。哎呀，一次申请死不敢当啊！还可打包带回细品尝。哎呀，史会长，生意做得好，去手真大方啊！快去准备。临江楼金好饭好，酒也好，若是能对酒干锅，方才为妙啊！酒过三巡，理当停锅抗吴。这临江楼不可少，他们有一对搭档是能过三条。哦，在哪里？你来看。我们捞起来哟！
采个大象公啊！啊，沈长官，你来呀！我来，你来，我来，你来噻。好，那我们就唱起来哟！说凤阳，到凤阳，听去了凤阳是好地方，年年干过不停张，10年到有6年荒。哎呀呀呀！哈，小曲小调啊，蛮有味道，这身手不凡嘛，不在多少，只是功不在身，不便久留，就此作毕。
呀！早就听闻将老们当年生产风采无限，今日有幸得见这般贵酒，果然是绝非等闲啊！好，过奖，孙长官大驾光临，我临江楼蓬荜生辉呀，备得有薄酒，敬奉3杯。哎呀，贵妃娘娘请酒哪有不可之理嘛！来，我们大家同饮吃饭同饮吃饭。孙长官请。您呐。孙长官，这第2杯酒。那要回敬娘娘啊！孙长官，这第3杯酒。那都有个由头啊！由头，新九令句句不离头，无头就活酒。好，头在马的头，登上了临江楼，相公来喝酒。毛得头，喝酒。那情在酒里头摇头，嗨，酒楼相亲狗，我们同享受。好的头，喝酒，难忘在心头。两眼望着江水流向何方？我心担忧。好酒，我头要头发的头，要船收收，留在江里头。有头，老子要打码头啊！什么？有头。一排一排的合掌头，不在这码头，这码头，临江楼前这码头，今夜过后到得头，一杯酒下咽喉。一匹码头爆破一排去，一桥江边有不许，炸弹隐藏，渔船里寻找目标，要火烧画江头。你干得不错嘛，作为军人，你备
背叛了党国。我们是要走的人呀，可我们不能毁掉一座城，让百姓不得太平。我们是要走的人，可进来的人也休想太平。引爆江堤，江水倒灌，罔顾江城百姓，我死难出华江涛，你们可以走挡我岸上的爆破，可你们走挡不了我已启动的定时炸弹，只待共匪大军进城，迎接他们的将士滔天洪水，漫天火花，此行妄想。你们快走！指挥长，情况紧急，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，我们快去江边寻找。李平下了暗道，直奔江边，寻找渔船上的炸药去了。要爆炸，心惊胆寒，难御马。四周四牛，你说句话，城门失火，养鱼虾。哎，亏你说句这种话，你看看这个姑娘啊，面对生死她不怕，你这气势难将，不与她。一凭他奔江岸改围栏，又不知炸弹在哪条船，搞不好我们全完蛋喽！李平他们为了我们百姓不受苦，早日能出头，不惧生死，为民为家。你怕是，我不怕啊！哎，你莫慌噻，听我说句话。哎呦！我听你说鬼话，你个怕死鬼！怕死鬼呀！好，你们不怕死，我也不怕死，我们同生共死，要死就死在一起。走。看，江边有条渔船，李平。
别离。心